學嘅周瑞基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健康人生。毫無疑問，每個人都希望擁有健康嘅人生。而近呢幾年嚟，喺市面上我哋可以見到越嚟越多嘅保健產品，有好多人甚至認為，只要定時服食呢啲嘅保健產品，就可以得到健康嘅人生。其實呢啲只不過係一啲嘅謬論。我個人認為，一個健康嘅人生係必須由平衡嘅生活方式開始。首先，有一個均衡嘅飲食習慣係非常之重要㗎。而當中有一個最重要嘅規則，就係要食得天然，食得適量。例如太油又或者太鹹嘅食物，千祈唔好食啦。而近呢幾年嚟，另外有一啲不良嘅嗜好，好似吸煙同埋飲酒等等，呢啲就更加要避免啦。除咗飲食之外，我哋呢班都市人要更加注意嘅就係精神上嘅健康。我哋要盡量喺工作同埋休息之間取得平衡，以防壓力累積而導致一啲例如高血壓，甚至癌症等等嘅嚴重疾病。休息之間，因為有好多嘅醫學報告都指出，壓力係會引起以上嘅疾病㗎。近呢幾年嚟，減壓嘅方法有好多種，而我自己就選擇咗多做運動同埋多運動。無論係邊一種減壓嘅方法，最重要嘅都係要有規律、持久，同埋能夠幫助自己去放鬆精神。其實一個健康嘅人生就等同一個平衡而無惡習嘅生活方式。要好好享受健康嘅人生，並非難事。只要有決心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㗎。多謝。